就要变成在前面了，不是最后面了。公众太平行兽游王宫的仪式完成了，大概是快12点了呢，10点45左右就完成了，然后要回到大庙济安宫了。感恩啊，是，感恩出去。了开，好，谢谢。感恩。就活动快到晚上12点了。中华民国105年11月14号，农历已经10月16号了，10月15号是下元节，是游王宫太平行兽圣诞的日子。神教正统要回大庙济安宫了，一直往前，然后还要往右一点，北号再见，然后回到来这个集水区堤防这边呢，举办请王送王仪式。就烧金纸、烧银纸、烧东西那边，那个地方就在桥梁的旁边，集水溪畔举办的。